继续来看呢，是想办法创新嘅传统产业。新竹竹东火车站上有一间开业60年、全台抢存到一间嘅竹梁工厂。头家中文用嘅哑巴呢，日本数位都可以做嘅行，还利用火车囤贵竹卖到全台各地。中文用接下来过后，专门做竹梁、意外售。泰族旅游也人下个，里面对中国同东南亚嘅大家竞争，外销市场引来引势嘅，更加第三台每月装保费都进来听数，唔单止用竹梁设计出各种嘅生活用品，本竹梁唔但抢起竹梁天天，还同老工厂转型做有教育功能嘅地方文化馆，希望本国多人来认识竹嘅产业。压机它是旋转转180度，旋转1000放一根进去，旋转一根放一根进去。那后面的线呢，它要悬空，让它也跟着旋转，才不会断掉。台湾早期做竹梁都係用強烈中嘅傳統教自己，竹條變落去過後，先天然地下來固定。繼續強弱嘅土造，除咗啲變造就種竹梁。不過按樣嘅變法做出來嘅竹梁冇變化，是就固定形式，所以總溫度就相當。我我的纺織廠上班織布廠看到那個織布機它那個原理跟我們織那個竹簾的機器的原理很像，但是織布機它可以線可以變化很多，所以我想到，那我們為什麼不把那個織布機來織那個竹簾呢？讓它的花樣更多呢？所以今日有當有設計出嚟兩台編織機，改變竹梁冇變化嘅形式。線的顏色、粗細、大小都可以變化，那加上我們的竹子本身也變化，我們有圓的，有方的，所以這個竹梁產品的種類很多，我們可以不斷的去發揮。日本市台中溫中嘅阿爸出地全台灣各地做竹個買賣，幫每看到竹東嘅竹個資源豐富，又有火車地片運送，所以出結體比較落潮。那到了民國41年，他來到竹東人家竹東火車就人家不用動都做嘅，哇！佢看講做暗降暗衝那他就不需要到全省各地這樣跑。民國66年，政府阿爸年紀大咧，想退休，其他兄弟認為做個產業挺辛苦，所以就張溫中很準來退休。不過睇嚟時代改變，做個天天嘅本塑膠台體，張溫中接下來做個後，想領為人嘅支持，佢唔想是做個買賣，所以轉型做竹梁。像鹿港那邊賣的竹簾都賣到歐美，那歐美的人他是用完了就丟掉。所以它雖然是銷量很大，但是它的品質並不是很好。所以張溫中嘅提行高品質路線，還開發出用編織機做入發頭變化嘅竹梁，搶行外銷市場。改良時佢哋嘅竹梁90%都係外銷，迎合五台竹多久，尤其日本係最到位。於是連技術落品質，對市場好就動好嘅面上。我們的桂竹它是大小剛好適合，而且它的節比較長，彈性很好，所以它的節也不會很凸，所以它比較不容易斷。另外呢，它的厚度也剛好，不會太厚，也不會太薄。幫每台灣企業想採去到中國市場，張溫中實現出流到台灣。大家都到大陸去設廠了，那我們不過去的話，是不是會被淘汰？後來我就去3次的考察，發現大陸沒有桂竹，那沒有桂竹，我就想說我們用台灣最好的桂竹，我不要跟他們爭那個量，我來爭用品質來跟他們競爭。不過勞工廠還係打唔上推上大家競爭，市場天天嘅變勢，好得第三台轉來接，未帶來新希望。後來因為我女兒回來以後，她就打開這個網絡的市場，還有我們店面的
零售，给客户他定做所以慢慢的内销的这个量逐渐的提升。爸爸之前就做竹联，然后是以外销跟批发为主。那我们后来是觉得，那我们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消费者也可以直接很方便的购买到竹联？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从网络市场开始切入。那切入以后呢，慢慢的就打出了一些我们的知名度，从我们的网络，然后带回到我们的实体店面。我们这种的都是直接这样子去车制作。那你们在家如果要自己 DIY 的话，可以用缝的。像它这种的就是车4边。车4边的话，它就是整圈都会包着，然后它的花色的话，老本地嘅仓库为做展示窗，老竹店做先各種嘅生活用品，學晒嘅總部會用自家嘅專窗，開發竹嘅文創產品，本竹店唔單強是係竹店。像这个商品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面纸盒。那蛮多的厂商，他就是给我们订购这个，除了装商品以外，客户再回去再使用的时候就可以做面纸盒。那里面就是直接就是这样装面纸。那这个环保餐具组的话，它是可以这样卷起来，然后绑起来就可以外出做一个携带。那外面一样就是车了我们一些比较属于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花布来做一个搭配。廠舍地主對大嘅總部會，可能阿爸住路行裏嘅建設，設計美住住粉絲面。那我们不只做就是属于门市买卖，那我们其实后来有转型成为一个竹联的地方文化馆。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推广竹艺，让更多的消费者或者来到的游客能够认识竹东，认识竹。我们的桂竹是全世界上最好的桂的竹子，那我们怎么不好好的利用它呢？我们希望说这个竹子能够让它去大家能够认识竹子来用竹子来让那个竹子的这个产业能够再恢复起来，这是我的坚持要做下去的一个原因。60年嘅傳統勞工廠，經過3台夾擺轉移，一路行動兩下，認真大環境嘅變遷老挑戰，連全台灣唯一嘅竹聯工廠，經開發新產品，打開新市場，行新嘅路。唯一冇變嘅係，佢哋對竹嘅感情，留對竹嘅產業嘅堅持。